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erry。今日特別探訪咧，嚟到一個特別嘅區域，介紹一個樓盤叫做西澳灣盤嘅嚇。所處嘅位置咧十分之優越，大家可以睇到我身後可以步行1分鐘到達嘅24小時口岸青茂口岸，同埋右邊有一個連接我哋全國嘅高鐵站珠海站。咁關口區域啦，已經接近10年冇推出我哋純住宅產品嘅嚇，包括大家可以睇到我左邊有一條我哋底商嘅商業街，同埋對面有一個叫做粵海國際花園，已經接近30年嘅一個住宅項目。嗰邊咧1房到4房都有，而家買緊嘅叫做老破小嘅樓價咧，都要去到1平方3萬蚊嘅一個均價。咁其實呢個純住宅項目咧，等陣我哋步行過去咧都係10零分鐘啊嚇，我哋一邊行一邊講。咁其實而家未係正式開盤嘅階段，預計嘅開盤嘅單價裝修價錢3萬2一平方，但係咧個面積個型咧十分之靚仔，包括1房、2房同埋3房啊嚇。最平嘅單位啦，若果講翻1房咧100萬總價，帶埋精裝修就可以上車噶啦。而且呢個單位咧係叫做純住宅項目。咁其實呢5年嚟啦，關口區域咧，包括我哋嘅珠澳灣啦，或者係我哋嘅卓凡中心，或者係我哋嘅美盈啦，都係啲純公寓項目。咁其實大家聽到厭㗎啦，點解話推介大家買住宅唔買公寓啦？一個產權嘅年限唔同，住宅係70年嘅產權，公寓係40年嘅產權，而且個價錢嚟講係冇區別嘅。包括我哋由4年前開始賣嘅珠海灣1號，1房1廳400尺嘅單位，我哋講40幾方嚇，都要去到120萬嘅總價。包括到而家今年嘅樓市比較差少少，佢嘅比較差啲嘅單位咧，都要去到80零萬先可以買到一個叫做公寓產品。其實你到以後嚇出租同埋我哋二手交易啊，相對住宅嚟講係損失好多嘅。好簡單一句話，二手嘅交易如果純住宅，你係免稅嘅，你揸喺手上邊超過2年就得㗎啦。但係公寓產品啦，你到時交易咧要超出35%嘅稅費，所以話寧願選住宅，千祈唔好選公寓。何況呢個住宅項目仲係我哋全新一手嘅關口項目嚇。咁同埋拱北關口啦，而家已經發展咗40幾年㗎啦，包括未來5年咧仲有新嘅發展。其中一個就係話，除咗我哋地上行緊嘅高鐵項目啦，有一條喺4年內要通車嘅，由廣州18號線直通中山到我哋珠海，呢條咧叫做地鐵線嚟㗎。咩區別咧？嗱，好簡單，高鐵咧你要買飛固定時間先可以入去，即係你要等個時間嘅班次。地鐵唔使嘅，好似我哋深圳、香港大家都熟知㗎啦，即刻過去就可以上車就可以過去㗎啦。所以關口係一個未來珠海打一條打通嘅地鐵線路嚟嘅。你諗下，地鐵上區、高鐵上區同埋關口24小時通關，所以呢個住宅項目咧潛力無限㗎嚇。咁同埋啦，等陣可以睇到佢而家係私隱光嘅狀態，而家開盤嘅內部價錢啦，可能係100萬總價。若果係到呢個月底開盤咧，我覺得嚇賣得好嘅情況之下，一定會升價嘅。因為佢個總層高只有11層高嘅啫，即係我哋叫小高層嘅單位，容積率只有1.8，類似我哋住緊嘅叫做別墅項目，居住體驗咧絕對係非常之靚仔嘅嚇。關口物業咧，其實你嚟嚟去睇緊而家租緊嘅價錢嚇，珠澳灣啦100萬嘅總價，目前嘅一個月嘅租金去到2800左右，好啲嘅咧去到3500。所以你計翻個回報率嚟講，買翻住宅100零萬總價，到時嘅租金回報咧係同呢個價錢咧一定係比佢更加高嘅。因為我哋步行青茂過去啦，都係10分鐘到我哋呢個新樓盤，但係步行去珠澳灣咧，大家估下幾種時間啦？嗱，我前晚咧就去親自去行過啦，而我行路嘅速度已經算快嘅啦。若果喺青茂口步行去我哋嘅珠澳灣咧，最少嘅時間都要去到25分鐘嘅。嗱，所以大家話叫做關口物業，有啲係叫做開車先係關口物業，步行關口物業先係真正嘅關口物業。嗱，我哋而家咧就慢慢一路行去我哋嘅關口。嗱，呢一部分咧我就加速俾大家去睇下，我哋去睇睇先。OK， 嗱，啱先經過我哋步行10零分鐘嘅時間啦，嗱，我杯咖啡咧都飲完啦，身後就係呢個月底要正式開盤有埋用板間俾我哋睇到嘅新樓盤啦。若果大家想買翻啲總價低嘅，比如話100萬嘅1房咧，一定要快。點解咧？
總戶數只有320戶嘅啫，但係小面積嘅一房一廳咧只有100套。嗱，大家好多啲投資客咧買呢啲細面積咧，佢唔係一間間買嘅，係3、4間咁買嘅，回報率計落嚟咧係超過4厘。你俾翻個首期15萬左右，個月供咧就可以用租金嚟補貼㗎啦。似翻而家右邊大家睇到嘅粵海國際花園咧，佢哋係樓梯樓嚟嘅，有一房一廳，但係好少，通常都係2房起步嘅。嗰邊好多啲人咧，其實咧啱先加速嗰時啦，好多人睇到好多啲電單車同埋啲汽車擺喺路邊嘅。因為咧，青茂口岸啦係好多啲勞工出入嘅比較頻繁嘅地區，佢哋嘅車咧就類似好似深圳咁樣啦。我哋去坐地鐵嗰時啦，或者去羅湖口岸、福田口岸過關嗰時啦，會將我哋嘅通勤工具啦擺喺口岸嗰度，然之後人就過關嘅。因為繁華嘅地段就係咁樣噶啦，所以一房一廳係呢個片區最好租嘅一個單位，而且目前步行電梯樓可以做到咁近嘅咧，就只有呢個新樓盤。嗱，啱先講到國際花園係樓梯嚟啊嘛，會較少少，所以呢個項目嘅升值潛力、出租嘅回報咧，絕對係非常之高嘅，好嘛？你加埋而家嘅情況啦，就係交通全部方便，我哋步行咧5分鐘有一個下灣農貿市場嘅啫，你上落街買餸咧全部齊晒。咁樓盤自己隔離到一個3000平方俾政府去運營嘅鄰里中心，都會同樓盤一齊交樓㗎嚇。咁交樓時間喺呢度都同大家講一聲先，喺2027年嘅年中交樓。嗱，而家大陸嘅期房咧個交樓時間都係1年半之內交樓噶啦，所以呢個時間嚟講咧都唔算太長。但而家已經係2026年嘅年初噶啦 ，OK 嘛？咁呢個項目啦，大家有興趣咧，而家連下 Terry， 目前嚟講唔可以落訂，但係 Terry 有內部嘅折扣同內部嘅一個認識嘅我哋發展商嘅人啦，而家可以即刻落訂 hold 住單位。咁個定金嚟講就係200蚊嘅定金，可以 hold 住我哋每一層嘅單位，首出費手慢冇，大家一定把握關口物業嘅機會啦，好嘛？今期視頻到此為止，我哋下期再見，等緊你嘅消息，連下 Terry， 拜拜。